家長有否留意孩子平時是充滿自信，還是會時常感到自卑？正所謂3歲定80，孩子未來的性格同心理特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佢哋幼年時心理發展是否良好。心理發展不但影響孩子的社交和情緒，長遠而言，會影響佢哋未來的行為動機和生活選擇。孩子在不同成長階段的自我概念，兒童期是自我概念發展的重要階段。在孩子7至8歲時，佢哋能感知自己不同特徵，有能力作出自我評價，例如認為自己很勤奮，比較自我中心，一般會以滿足自己的需要為先，較少顧及別人。而9至12歲的孩子能更認識自己的長短處及性格特徵，更設身處地考慮別人的觀點，更具同理心。合適的管教方式有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心理發展。家長需要透過適當的教育方式來幫助孩子建立自尊感，以免孩子過度自卑或自大。事實上，自尊同自我能力是成正比。當孩子擁有自尊感時，佢哋的自我能力也會相對較高。同時，家長的管教方式會影響孩子的自控能力、自尊感同情緒。若孩子能力不足，可增強孩子的能力。家長要避免寵壞或過度鞭策孩子，應給予佢哋真誠同及時的稱讚，稱讚孩子努力的過程，而非只關注成果。而讚美和批評時所使用的語言要因應子女的成熟程度、理解力而作調整。孩子的心理成長對建構自我的影響。自我概念是指個體對於自己所具有的知識、信念、感受、態度和期望。良好的心理成長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先天和後天共同孕育而成。家長保護孩子是天性，在與孩子的互動中讓孩子感受到愛和接納，以及讓孩子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這些都會令孩子更有信心探索世界，在探索中建立自我。另外，家長也要給孩子自己動手的機會，不要過度保護，剝削佢哋建立自我照顧的能力。在自我照顧的過程中，孩子會獲得滿足感，因為佢哋透過自身的努力而達到目標，從而獲得自信，建構自我。讓孩子在充滿愛的氛圍下長大固然重要，不過家長也需給予孩子自主學習的空間，讓佢哋勇於嘗試。孩子除了在父母保護下成長，也需學會在挫折中成長，以建構正確的自我概念。